各位 Tech Matrix 嘅觀眾，你哋好。今日同大家講一單重磅消息，豐田終於出招啦！佢哋嘅王牌貨仔 Hilux 而家正式踏入純電時代，推出 Hilux BEV。唔單止係豐田第一部全電動 pickup 咁簡單，重點係佢沿用咗硬派越野車專用嘅陣式車身結構，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body on frame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部無阻引擎咆哮聲，但保留晒強悍車架骨架嘅電動皮卡，喺爛地或者工場入面靜靜雞咁穿梭，個畫面係幾咁有未來感。傳統油車嘅硬淨，加上電車嘅寧靜同瞬間扭力，呢個組合絕對係開創緊一個全新嘅電動車品類，唔再係城市代步咁簡單。對於中意戶外活動或者工作需要喺惡劣環境用車嘅朋友來講，Hilux BEV 嘅出現可能真係會改變個遊戲規則。